同媽咪去邊度食飯未呢？珠科記者走訪市內嘅一啲酒樓食肆，了解到母親節嘅訂位大戰早已打響。好似呢一間老字號酒樓咁啦，母親節當日嘅大廳同埋房間位置基本上訂出咗80%左右，剩低嘅2成位置呢，就係供散客現場攞位食飯。母親節啊，啲女啊仔啊啲孫啊同個一仔要開飯咯。我嗰啲一早啊已經預備好㗎啦。中午咪唱下歌仔啊，飲下茶咁咯。好開心啊！我今日又好開心啊！母親節又好開心啊！除咗傳統粵菜酒樓客似雲來，一啲新派菜館同樣好受歡迎。有些顧客大概的話都是提前了半個月來訂的，現在目前呢訂的話也有7、8成的座位已經被訂了。那天也是全員上崗的，而且那個呢，我們也招了一些兼職。母親節當日，酒樓食肆仲推出一系列套餐供街坊選擇，仲準備咗小禮物俾各位母親，特登開通埋網上外賣服務。母親節如果唔想外出就餐，喺屋企點餐一樣咁和味。母親節我知道出邊都比較多人，咁唔想排隊唔想 book 位嘅話，咁我哋喺屋企煮都一樣嘅啫。係啊，屋企比較有氣氛啊嘛，因為好大班人。辛苦兩個母親咯，咁再第日叫埋阿嫲一齊，母親節嗰日大家食餐飯。